夜市仔甲菜市仔兩隻台南吉祥物，對知名觀光景點花園夜市仔出發，當中也閣佇咧食蚵仔煎、鹹酥雞等小食，模樣相當古錐。最後鏡頭更呼應2026台南安平運河通航100週年，這是台南市市長處所公布的宣傳影片。3、2、1，我們拉到底哦！哇，超級大的扭蛋來到了下方哦。隨着熱帶旅遊旺季來到，正是說夜市仔走訪傳統市場的好時機。市長黃偉哲宣布6月份到11月份將推出6場夜市仔行銷活動，透過互動遊戲、特色七湯蛋以及拍卡抽獎等趣味活動，宣傳台南夜市仔的魅力。菜市鴨先開發出來，接下來轟動之後，夜市鴨也出來了，所以今天2隻鴨鴨都是我們台南市的這個很成功的 IP 這個是我們以前也有很多啊，什麼糖尿啦什麼魚頭菌吶都是很好的 IP。那我們今天最新的這2隻菜市鴨、夜市鴨，也希望帶來各位好朋友，我們會再巡迴在各大夜市中間這個不定期出沒然後讓大家可以看得見。除了活動，周邊商品也非常受到歡迎，特別他給推出這款夜市仔限定周邊，分別在線頂、實體通路做販售。菜市仔6月份開始也將進駐大菜市店面，希望透過超人氣 IP 結合觀光甲市場文化，帶動府城旅遊人潮。台南新聞社會採訪報道。